是以之臣许之先王也。6月，与人与及道诸人袭与人将闭门，诸人杨罗射其首焉。遂入之，进服以归与子曰：余无归以从躺于朱庄公，反与夫人而舍其女。秋葬曹平公往者，见周原伯鲁焉。207。与之语不说，学归以与闵子马曰：周其乱乎？夫必多有事说，而后及其大人患失而破。又曰：可以无学不害而不学，则苟而可于是乎？下临上替能无乱乎？夫学之也不学，将若原是其亡乎？7月，郑子产为火，故大魏设伏壤于四方，正除火灾。礼也，乃简兵大搜江魏，搜除子大叔之庙，在道南其寝，在道北其庭小。过其3日，使除屠城于道南庙北，曰：子产过女儿，命速除，乃毁于而乡。子产朝过而怒之，除者难毁子产。